美国 NBC 新闻频道记者进入了中国所谓的教育集中营，中国在这些设施里面非法拘留数百万维吾尔人，引起极大的批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记者于9月初获准访问东突厥斯坦的2处集中营。他说，他对中国指定的导游的陪同下进行的访问不满意。中国干部安排他一个所谓职业培训班，并向他展示了职业培训课程。他说，他所看到的一切似乎是一场排练。在东突厥斯坦一个营地的一间教室里，成年人似乎坐在板前，志愿服务并乐于参加除牧业课程。另一班的妇女则带着玩偶参加产假课程，但其中一些人已经有了孩子，但他们不能随时见到孩子。记者表示，他问这个地区到底有多少个教育营，到底多少人在这些设施里面拘留，但是中国官员不回答他的问题。维吾尔族被拘留者古丽巴哈尔女士在东突厥斯坦的一个集中营被拘留了1年。她向欧洲新闻网讲述了她的经历。她于2017年5月21日前往东突厥斯坦经商，但被中国警察拘留并送往集中营。古丽巴哈尔女士记得当时的情况，并说：“我被关进了集中营，直到24小时，他们都没有给我吃东西。他们要求我们每周吃1次药，吃完后我们不会感到疼痛。”她的女儿是一名律师，在女儿的努力下，1年半后获释。她说，强奸是集中营里的常事，有时甚至有些女人在半夜被带走，再也不会回来。她也是哈萨克斯坦的公民，释放后，她在警察的监督下返回哈萨克斯坦。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当天凌晨在意大利南部兰佩杜萨岛附近海域沉没，目前已发现13具遗体，另有22人获救，多人失踪，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意大利海岸警卫队7日发表声明说，一艘超载木船当天凌晨在兰佩杜萨岛附近海域沉没，海岸警卫队在事发海域救起22人。香港的新一周迎来了示威游行，反政府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尽管当局已禁止面具，并宣布违反者将面临1年的监禁，但是许多示威者仍然戴着口罩参加了各种活动。白天和平开始的游行变得越来越紧张，警察对包括儿童在内的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美国和土耳其就开始围绕西北部地区美军撤出后的各种安排展开激烈博弈。特朗普警告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问题上越界。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7日表示，如果安卡拉行动超出限制，叙利亚将为彻底摧毁其经济做好准备。特朗普发推文表示，我在叙利亚没有站在任何一方，我们与埃尔多安有很好的关系。我告诉埃尔多安，伊斯兰国的人是你的责任，如果土耳其做错了什么，摧毁其经济，